讲到总统赖清德就职就未满1个月，今仔是亲身召开记者会，宣布要成立气候变迁全民防卫健康台湾这3大任务编组的委员会，每一季会定期来开会，为国家的发展来全力打拼。近满1个月，今天我要宣布，总统府将成立3个委员会。就任就未满1个月，总统赖清德亲身举行记者会。 宣布在总统府成立气候变迁、全民防卫、健康台湾3大任务型编组委员会。未来每一季会由赖清德召开会议，宣示要为国家的发展制定战略。推动这3项委员会的过程当中，也跟总统院长有过充分的讨论。对于碳的定价，应该要尽速有结果。癌症新药基金应该要尽速启动，要进行 小规模、无剧本的演练。气候变迁委员会副召集人是行政院副院长陈丽君、中研院院长廖俊智、核适科技董事长董子贤。遐那全民防卫委员会是由副总统萧美琴、总统府秘书长潘明安、加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来负责。健康台湾委员会是由赖清德文书陈志宏、国家生医产业促进会会长洪启辉、甲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来做副召集人。 其中，董子贤对学龄的立场，甲民进党恢复家园无共款，是引发关注。其中一个目标就是加强社会对话，也就是会邀请不同党派、不同意见的人共同参与，强化我国的国防韧性当中，其中有国防自主这个元素，涉及到我们自身国防产业以及国防供应链的建构，总是希望能够跟国际有所接轨。调一了去互马前总统办公室批评是应战的总统，罗总统回应讲，和平需要靠实力，也就是透过备战来避免战争。敢若出一支嘴，毋是真正的和平。 就任满1个月，赖清德讲，伊感觉责任重大，爱真谨慎，毋敢放冷。不过最近部分的民调显示，赖政府的支持度有下降的情形。发布的民意调查就有好几份了，有高有低了。行政团队应该是高不骄，低不馁。有风声讲，内阁团队甲立法院民进党团互动歹。赖清德讲，就算是冠军的球队，互相配合甲适应嘛需要时间。 对未来双方的合作会当更加大吧，伊是真有信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